捕鱼、打捞鱼是特别一个辛苦的活动，冬天特别寒冷。看过什么？早就砸穿了。走一个地方，别走了，走。好，来。赛里木湖呢，原先是没有鱼的。我记得是98年从俄罗斯引进的这个冷水鱼的养殖。经过这10几年的发展，赛里木湖已经成为了我们新疆重要的冷水鱼生产基地。狐狸在那边呢，在那你边。知道我们往南赶上的，雪大的时候找个地啊，跟着狐狸印子，晚上他水面看狐狸印子往哪走你不用走，绝对能找到那个洞。小了，可以，哎，是这样的吗？哎，没有，没有了，对，非常慢。哇，这个大，哎，今天没有白忙，全是大家伙，相当可以了。熊三。这个鱼特别娇嫩，每天是9点之前要靠岸，24小时是要到全国各地的餐桌上，所以我们这个捕捞鱼都是抢时间，早干。多少鱼？300来条。21。早上冷啊。哎，现在早上了。我是10年我就到渔业公司，一转眼这会儿都已经11年了，捕鱼、送鱼、加工鱼都在参与。虽然说是挺漫长的，但对我来说过得特别快，也特别有意义。这个是青子嘛，水晶嘛。微信号有显示。虽然这份工作很辛苦，但苦中也有乐。我现在有一个女儿，家庭生活很幸福。我想一直在我热爱的这份工作中继续干下去。这赛里木湖对我来说就是跟母亲一样，她养育着我，养育着这方水土的人们，我更应该敬畏自然，感恩养育我家乡的这片湖泊。